这是咱要来讲授上帝话。圣经旧约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到24节，咱做伙来读。耶和华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榻榻椅。你要甲我去啥物好的厝？啥物好的所在是做我安息的地方？耶和华讲：这拢是我的手所创造的，所以这拢有，总是我所看过的，就是天起心痛悔，因为我的话来渺渺出来的人，害牛无高分害人，献羊无分羊，到红棍。献礼物，无献智慧，就如无各部落偶像，因家己的道路，心欢喜因苦的事，我也紧要下因的事，互因所惊吓的领导因，因为我叫无人应。我讲话，因无听透，反正惊我目睭中看做歹的，经我所无欢喜的，并因为耶和华的话来描出来的人，就听伊的话，因的兄弟万分喜，因为我的名得着你的捌讲。愿耶和华得着荣光，互阮得着欢喜恁的欢喜，总是因要拄着见笑，有反话的声对声来出，有声对电来出，就是耶和华报应伊的对敌的声。小安也未拄着生囝的艰苦，就是也未知就生查甫囝，亲像这号事是谁捌听见？这个事是谁捌看见？国险的是伊来生，百姓险的寡妇来出世，因为色安是会拄着生囝的艰苦，就生囝儿。耶和华讲：我已经互伊灵魂，将无互伊生出嘛。你的上帝讲：我互人生囝的，将换伊的胎嘛。恁才会听耶路撒冷的，就甲伊同快乐，为伊欢喜。恁为着伊爱的，咱就甲伊欢喜快乐。直到恁通去伊的安慰的心头来得着饱，互恁得着伊丰盛的荣光，亲像找着恁满心欢喜的。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我要互平安开发到伫伊，亲像江河，互列国的荣光到伫伊。亲像充满的河，恁要享受伊，恁要得着好伫身边，就是骹头有得，亲像得着伊的老母安慰伊，我也要安慰你，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着安慰，恁欢喜，心就快乐。你要得着论质，亲像软软的草一样，搁耶和华的手显伫伊的路卜，伊要收起伊的对敌，看耶和华要伫火中降临，伊的声亲像光烈风，用大收起惊怖伊。用火焰去发，
因为摇花喜用火，都甲一切有血气的人精神，互摇花所开示的多，才会分辨做事清气家己的。今日伫园内跟对中间一个人的后面，车皮甲可恶的物甲鸟屎，因要做一个猎物，这是摇花讲。因为我知因的行做甲因的念头，时到我要组织咱百姓安怎？因要看我的灵光，我要设计互伫因中间逃走的，我要找因到猎国，就是开始好猎，开讲嘅落地甲好白。甲苹果会有听见我的名声，会有看见我的灵光远远的海事，因要将我的灵光传播伫列国中，因要送你的正名伫对列国中倒来，互因有的骑马，有的坐车、坐轿、骑马。骑骆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做礼物献予摇花，亲像以色列人用清气的器具做礼物献伫摇花的厝。这是摇花讲的。摇花讲，我要对应中间做祭司、做礼人。摇花讲，因为我所做的是天亲日，伫我的面前长长伫地，亲像安尼，你的后裔甲你的名也要长长伫地。逐摆拄着月初一，逐摆拄着安息日，你若有血气，要到我的面前跪拜。这是摇花讲，因要出去看遮的规日我的人的心思，因为因行袂死，因为袂花，因客气的拢要应付。好，这是要请陈牧师为咱来讲道。讲的题目是上帝确实定候群。这大家平安，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甲伫地。咱三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，再一摆要对你的话三较实。主，肯你的话当成在阮生命中的光，照耀伫阮黑暗中，阮所拄着遮的艰难、困苦、病痛甲危险。主，肯你搁来一摆，甲阮三较伫地。伫这个主日礼拜中间，搁一摆体会甲你中间，迄个真正的平安。无论我知我尔啊险恶，无论我知我尔啊唱悬，总是阮永远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甲阮三较伫地。当只是阮要对你的话三较时刻，你会当帮助阮、坚固阮，互阮的心甲灵伫遮三较敬拜。搁来一摆体会你伫阮的生命中会水较好。但是阮要对你的话，三还是大声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的最后一日，也是主日哈，真特别哈。咱已经过了这个真无用的2023年。那呢，有啥物款的代志？互你的印象上深刻的，有啥物款的代志会当值得你遮来回想回忆的无？无去相信，伫这一年中间，咱拢捌经验过艰苦心、担心、烦恼、受气，检查也有悲伤，也有流目屎，也有恐慌的时刻等等，互人感觉失望、失志、艰苦的日子。总是也必定咱有愿望，也有欢喜，有快乐，有满足，有平安，
要得胜的阳光的日子。不管如何，这会过去一年拢要过去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关关难过安怎？关关过。因为有上帝有缘伫遮来保守咱、看顾咱，互咱会当平安行过2023年。咱要伫遮来迎接新的一年，咱爱用感恩的心，伫遮来算小上帝的恩典。虽然咱知影有真侪代志会发生，咱到今也未找到答案。特别伫即个遭受到苦难的时、艰苦的时，咱无法度明白，也无法度了解为什么上帝恩准即种的代志临到伫我，还是伫咱的身上。更加我无法度明白，上帝为什么我着祈祷甲迫切，为什么上帝无听我祈祷咧？将即个苦难，将即个艰苦来刷开去咧，有真多的谣言，互咱伫遮啦，不知不觉忍袂住有谣言。上帝啊，你敢有听我的祈祷？上帝啊，你敢真正听我？兄弟姊妹，当咱的祈祷若无立刻得到应允，你是毋是会感觉上帝好像离开你非常的远，非常的远嘛？是毋是感觉当我受苦的时，上帝到底去倒落咧？上帝是毋是走去度假咧？上帝是毋是伫遐顿眠咧？为什么互我一个人承受遮尔大的苦难呢？兄弟姊妹，人就是遮尔啊有限。有一寡代志，无论处理当下，也是经过侪年，检测拢也是无法度明白为什么。总是伫以赛亚书55章8节甲9节伫遮安尼甲咱讲，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，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也因为安尼是，所以咱伫遮爱求上帝帮助咱，毋是问为什么，因为迄是可能一生拢无法度伫安那理解，还是讲无解，有可能直到见主的面，咱才安那会当当头对面来啦问咱的主。所以咱伫遮都爱学习什么？学习用感恩的心、感恩的角度伫遮来思想、思考。伫遮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爱我伫即件代志的顶面，学习到什么款的生命的功课咧？并且咱会问咱家己，伫即个代志的顶面，我敢有学到功课吗？通过即件代志，互我的生命是毋是有更加成长、更加进步咧？咱今日所读的这段新眼光读经本的圣经节。以赛亚第66章1节到24节，伫遮要甲咱来思考一个主题：上帝缺席症候群，缺席症候群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咱用实在的伫遮来做披露，讲真侪年前有一位真正出名的电影明星，有一天忽然间想到讲啊，伊足久无见到伊的囝。所以呢，利用工作拄仔啦，闲的时间，所以走去伊的囝读小学的时的门口，伫这校门口呐，等，想要呐，看到囝安怎才会转来。可是安怎，全校安怎，拢学生拢转了啊，一个学生都无，啊，伊囡仔安怎，阁无看到，阁无行出来。非常的着急，就走去问这个行政人员，这个老师来主任。结果一个查，伊的囝早就已经安怎小学毕业啊，即摆已经读高中去啊，规日无闲的老爸，竟然毋知影家己的囝早就已经小学毕业，可能遮尔侪年，囡仔怎样的成长，伊拢毋知影。所以这位老爸就是啥物？
第四件供应金钱甲物质的资源，将来对伊个囝的关心，特别囡仔成长过程，特别伫囡仔的目睭中，伊开始对一位什么缺失的老爸。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感觉上帝总是伫你最需要的时阵，好像敢若啦无伫咧？你感觉伊无关心你，伊无了解你的现况。当你为着某一件代志困了真久的时，你也祈祷呼求非常的长的时间，总是上帝敢若真安静，拢无回应。毋是讲求着安那，就得着；拍门就安那，甲你开门嘛。毋是讲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你就要得着嘛。总是为什么上帝无听我的祈祷咧？兄弟姊妹，伫种的情景下，咱敢会感觉讲，上帝已经无听我，上帝已经离开我，上帝已经弃杀我。所以伫种的情景下，真侪时阵，咱拢会产生孤离的灵，孤离的灵，感觉家己安那？好像无依偎、无倚靠，真孤单、无助，因为无强大的老爸伫遐来保护，心中非常无安全感，总是敢真正是安尼生嘛？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影咱甲咱的老爸的关系如何，特别老爸伫你的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怎样？通常咱知影老爸的角色，就代表这个安全甲保护。囡仔时若无得到老爸的关心的囡仔，伊大汉了真容易，因为欠缺安全感，而无容易信任人，也因为欠缺老爸好的模样的学习，而欠缺承担责任的信心甲勇气，因为无法度。因为安尼生无法度担任这个老爸的角色的，做一个好的老爸的角色。总是咱来知影，伫人所袂当的，伫上帝安怎凡事拢会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14章18节，就是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耶稣，伊依然伫遮应允咱讲：我无要安怎。当恁做无爸的囝，我要来就近恁。所以当咱回转归向伊，伊要伫咱的心上动工，伊伫咱即个好像放杀受伤的灵，互咱重新搁找到真正的倚靠。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66章，整个的即个经文。最后的一章，特别第1节甲第3节，讲到这个什么？真实的敬拜甲假敬拜，兄弟姊妹，当咱感觉讲上帝安那好像缺失，无伫咱的身躯边伫遮咧保护、看顾，上帝要问咱一个问题：你的敬拜是真的敬拜，也是安那假的敬拜？兄弟姊妹，咱的敬拜是真的敬拜，也是假的敬拜？这是咱必须用心家己来问、坦诚面对的问题。以赛亚书66章1节甲2节，安尼甲咱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骹踏椅。恁要甲我起什么好的厝？什么好的所在？是做我安息的所在啊！耶和华讲：这个拢是我的手所创造的，所以这个就拢有，总是我所看过的，就是谦虚心痛悔，因为我的话来摇摇带的人。这两句的圣经节，咱来启示一个真理：无有任何人所做的敬拜所在，会当安那限制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和华，因为安尼先会当安尼讲，整个的世界拢是神圣的，任何的所在拢会当安那
拢会当敬拜上帝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启示真正的敬拜灵，的敬拜神是啥物？就是这个灵的内面呐，爱谦卑心痛悔，并因为伊的语言、伊的话语，伫遐来袅袅出来的人。所以咱毋免去到天边海角啦，去遐敲找上帝，因为上帝就伫你啊你的心目中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愿意带入这个谦卑的人的心目中，伊欢喜痛悔的心，伊甲敬畏伊、遵行伊的话的人同在，这个真正的敬拜。当咱顺着这个谦卑的心，遵行伊的话，直接来行来生活的，就必定让经验到上帝时刻甲伊同在的平安甲欢喜。所以咱知影虚假敬拜，佫是啥物呢？第3节甲第4节，安尼甲咱讲，太牛无各样害人，献羊无各样公鸡交红棍，献礼物无各样献智慧，烧乳香无各样学了偶像，因经家己的道路，心欢喜可恶的事。我也经袂迄因的事，互因所惊吓的临到因。伊我叫无人应，我讲话因无听谈，反正惊我目睭中看做歹的，经我所无欢喜的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这几个礼拜这个礼拜新北市有一个国中生安怎？这个叫咩？挂红棍的事件，其互咱整个台湾非常的惊吓。咱实在真恶伫想象，咱现在囡仔到底是怎样？这是残忍，真正有人搁较恐慌的，就是这是啥物？做这件代志的人一点仔心的火干呐，拢无。伊的朋友也认为讲，这也无啥物啊。检说咱无亲像安那真凶恶占卜的人共一样，做出这种残忍的代志。总是，如果咱的敬拜是假好为善的敬拜，那咱都要知影，这是咧利用上帝。遐个一面敬拜上帝，一面做出上帝所无欢喜、可恶的代志。当灾难临到的时，佫再想要佫大声祈祷，请问上帝要怎样来帮咱呢？兄弟姊妹，上帝只真清楚明确讲，伊因经家己的道路，心欢喜可恶的事，我也经袂迄因的事，互因所惊吓的临到因。通袂记哩，上帝只所要帮咱的，就是遐真正敬畏伊、遵行伊的话、活出真实生命的人。因为姊妹，咱搁回想看觅啊，过去的一年，咱是毋是有要做去得罪上帝的代志，得罪上帝的所在嘛？检采是骄傲，检采是自私，检采是讲话得罪人的所在。其咱拢爱伫上帝面前用悔改谦卑的心，更新心意更新，伫遐来变化。新的一年，咱才会当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。所以伫以赛亚书66章7节甲9节，安尼讲，虽然也未拄着生囝的艰苦就生产，也未知痛疼就生查甫囝。像这号事脊椎捌听见，这个事脊椎捌看见啊！国减的一日来生，8时减的点仔久来出世。因为细安一个拄着生囝的艰苦，着生囝呢。也我讲，我已经互伊临盆，减无互伊生出嘛。你的上帝讲，我互人生囝的，减关灭伊的胎嘛。伫这段圣经才讲到上帝为了伊的百姓所做，一人啊呐
袂捌听见、袂捌看见的大代志。正像哥林多前书2章9节所甲咱讲的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，既然所备办的，是目睭啊呐，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人的心啊呐，袂捌想到的。兄弟姊妹，圣经再安尼甲咱讲，虽然袂捌经过即个安那，即个苦难，就安那生产。就只讲袂捌感受痛苦，就甲即个安那，即个囝查甫囝安那生出来。其实咱都爱知影，这有一个启示意义，这查甫囝是啥物？弥赛亚。咱知影伫犹太人伊的观念内底，因期待安那妇人人生囝，为啥要生囝咧？就是当生到一个啥物？弥赛亚救世主，因为伊拢伫即个外地的安那欺负，啊个安那受安那受掠、受统治的下面，所以因期待有一个弥赛亚。所以到当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即个强势的大将军来出现，啊，骑白马迄种的感觉。但是咱而且知影，弥赛亚就是上帝独生的囝，伊却出世做人，甘心来献上。真侪赎罪者，这就是锡安的毋望。因为姊妹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照着实力价得到一群啊那真正甘心、真心归向上帝的人。所以，当咱愿意背起家己的实力价，这个实力价减载着上帝所要予你的使命，减载就是你伫世间应该尽的责任。所以，咱有时即摆拄着真侪艰难。苦叹，是咱啊，非常的艰苦。有时咱会感觉讲艰苦，敢若拢无困，困袂去，我食安眠药啊。其实毋免安尼想，伊咱都爱专业的挖苦，举即个实力价，咱又爱专业的挖苦。因为即个实力价，互你真痛苦，却会互你安那生命发挥更较水、更较好的价值甲意义。因为上帝照着这个实力价转化咱的生命，互咱的内面迄个稳重的上帝阳光伫安那显明出来。所以当咱若愿意背起家己的实力价，上帝过来甲咱三角地带，摇花以马内利甲咱三角地带，想出咱教业的稳定，最后互实力价苦难。转化真侪永远阳光的冕流，兄弟姊妹，要我讲，我互人生囝的减关目伊的胎嘛。咱的上帝讲，我互人生囝的减关目伊的胎嘛，所以免埋怨讲，上帝啊，你是毋是已经无爱我？你是毋是已经伫我的苦难中放杀我嘛？无，上帝绝对无离开咱，伊要帮助你。特别通过这个苦难，要得到一个专心的你，是让你感受到更加充实、更加水、更加好的新的画面。所以无论咱处在什么款的光景，咱拢会当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尤其当咱愈感恩，咱就愈会当经历到上帝同在的平安甲喜乐。是咱面对着目前的环境，凶恶的人、凶恶的社会、惊人的事件，咱免惊吓，咱免受到环境底下影响。咱所面对的是什么人？咱的上帝。只要咱有专心的挖苦，咱都无迄个惊吓，是咱经历上帝同在甲平安。所以以赛亚第60章10节甲14节讲。恁才会听耶路撒冷的，着甲伊同快乐，为伊欢喜；恁着为着伊悲伤的，当着甲伊欢喜快乐。伊甲恁通吸收伊的安慰的年头来得着饱，互恁得着伊丰盛的阳光，亲像吹着恁满心欢喜的。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我要互平安开阔。到伫伊，亲像江河，互日国的阳光到伫伊，亲像长满的河，要
恁要享受伊，恁要得到抱伫身边，摇伫骹头顶，亲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。我也要安尼安慰恁，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。恁看去心就快乐，你的骨要得到润泽，亲像软软的草一样。佮耶和华的手要显现伫你，伫伊的路卜，伊也要受起伊的对德。所以先知只要描述这个耶路撒冷最后的德性，就是安那呼召这个百姓爱为了耶路撒冷的复兴，同齐伫安那欢喜快乐。因为上帝的囝儿要伫伊的怀抱中得到满足，因为耶和华和平安，咱就刚好一般样，安那临到伫因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亲自安慰伊的百姓的话。所以伫规本的圣经中间，咱会当看出讲上温柔、上美丽的话，吼。上帝话内底上温柔、上水的话之一，你可能无想到讲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遮尔啊温柔、遮尔啊关心照顾咱遮幼嫩、遮属于伊百姓的心。伊上帝遮讲，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，我也要安尼安慰恁，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。所以这段话显示了上帝本性中间上温柔的一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唔通讲上帝无了解你的心，上帝安那伊拢知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目前若个伫这个生活环境中间拄着压迫，处在伫这个患难困苦的中间，总是你永远爱忠伫这个信仰，坚信倚靠上帝，上帝必定要报赏你，伊要安慰你，保护你，互你伫对德的面前摆设恩赦，伊也要论得你，互你欢喜快乐，心满意足。这10节到14节，那对15节到24节，先知预言将来的日子。对上帝所有定的日子要来到，上帝必定要做几件事。头前安那，上帝必定安那，咱读一摆来，上帝必定安那，必定审判歹人。所以伫第15节到17节有讲到上帝要伫会中降临，施行严厉的审判，伊要带着大权能。降临伫一切有血气人的身上，施行审判，毁灭什么？毁灭这个歹人。所以遐看起来，重这个形式，注重外表的款式，特别超重到这个宗教仪式，历史各种献祭运作的虚假的宗教徒，因家己认为家己安那真好啊，但是最后被安那分别出来。因咱都爱知影，靠着家己的努力，比别人更加圣洁，遵着这个宗教优越感，拢会被上帝安那严厉的审判。所以咱都爱内在、外在拢安那表现一致、圣洁、敬虔、谦卑，这才是咱做一基督徒应该有的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安那，上帝的旨意安那。要完成哦，咱甲即个第二个主题，我读一遍。上帝旨意安那要完成，兄弟姊妹，咱会知影上帝讲安那，我知因会行做甲因的念头，时到我要祝10000百姓万族，因要来，要看我的荣光。这第18节甲21节讲到伫末后日子，上帝要显明伊的大权能，施行审判，到迄时。上帝要将万百姓万族拢聚集来，互因来看见伊公义的作为，也要显明这个什么新历基数。这个是咱每一个人所期待甲愿望，还是咱最兄弟姊妹所期待甲愿望嘛？
上帝要显明新掠之事，互列班海岛也是未捌指名的达所在，以及分散达所在极远的百姓，伊要用各种的交通工具，对选民，将这个选民对列国的中间归回，是讲送因转来。大家拢要用这个圣山伫遐来献礼物，就亲像利未人共一样。这是教会终局，圣徒该祭司。这是第二项，第三是什么？世界结局对上帝临在。这两种的情景，头一项是新天新地什么的创造。所以以赛亚书66章22节讲，耶和华讲，因为我所做的新天新地伫我的面前长长伫地，亲像安尼，恁的后裔甲恁的名字也要安那长长伫地。即咱伫遮讲耶和华讲，即耶和华讲会当翻译做者永远我的主安尼讲，永光的主安尼讲，这上帝最后总结的话，当然是特别的重要。上帝讲，伊要做一个新天新地，伫伊的面前安那永远伫地。迄时所有得到拯救的人，甲因的后裔，以及因的后裔名，也要甲即个新天新地共一样，永远长长伫地。然后是地上的万百姓、万族，逐摆拄着月的初一，逐摆拄着安息日，要到上帝面前跪拜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第二，遐个安那，遐个最歹的，背给上帝人的结局，就是安那，因要出去看遐个背给我的人的心思。因为因会虫袂死，因会火袂花，救迄期的，拢要掩恶因。以赛亚书66章24节，遐姊妹，伫最后的话语中间，先伫向咱显示两种完全无同款的结局，就是安那，咱会当安那，咱会当选择，咱爱有一个选择。第要选择这个入伫新天新地，永远甲上帝同在，享受永远活的福分。咱会当选择安那，永远互袂死的虫甲袂死、袂花的这个火安那，这种的艰苦。请问你要做出什么款的选择呢？因咱知影无共款的选择，会决定无共款的人生。所以新的一年的来到。咱来求上帝帮助咱，咱每一天啊，爱欢喜的甲上帝相同行，互咱所过每一天，拢是充实个有意义，会当荣光上帝，你也是正人，将上帝这个疼甲和平带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中间，相信必定日日会当领受到有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。所以，互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这是咱对顶礼拜牧师长咧讲以马内利这个意义。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这种的喜乐甲平安。所以，咱怎样直接来坚持？对过去咱过的一年，咱所经验，以及咱所得到的，要怎样持续伫这个信仰甲信心的顶面底下坚持到落尾？我相信上帝必定会当丰丰富富的祝福。祝福伫咱，所以坚持到落尾，就要安那，就要得到安那，就要得到胜，得到救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愿上帝当帮助咱，咱三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一摆对你话，俺直接松下是主你的话，阮更较明白伫阮这人生。的道路顶面，阮要怎样伫遐行踏尊叹，伫你话的顶面得到较大的帮助。主啊，咱人开始乱了软正，特别伫人的中间，我会看见人的苦恶、人的罪性、人的恶毒，甚至现今的社会，即种的代志大大地出现。
因为人内在迄个罪完全显明的时，伊毋知家己犯罪，伊也毋知家己所做，伊甚至认为这是伊正直的表现。主，恳你我一摆帮助阮，坚固阮的心智，互阮伫真理的中间来晓悟，无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，无受到人的目的，无受到人的话语，无受到人本身伫遮对阮的谣言所困扰，是当互阮伫实实在在会行做前面，照你的话，照你所创造阮的美妙意义中，搁来一摆来活出上帝你的荣光。主，恳你搁来一摆甲阮三脚伫地，坚固阮，阮更加清楚上帝你永远袂缺席，你永远甲阮三脚伫地，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常常甲阮三脚伫地。这是阮伫信仰上，阮起条到落尾最大的挖苦。恳你搁来一摆甲阮兄弟姊妹三脚伫地。因为阮知阮兄弟姊妹中间有人游玩伫即个痛苦的顶面，伫过去的一年，到伫今仔日游玩咧受苦。所以阮知上帝你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也是严厉的上帝。当阮若无行伫你的路，谦卑伫你的面前，阮迄个苦是会苦伫更较苦。所以阮知上帝你疼阮，你无放松阮，你游玩伫遮期待阮回转。转来到你的面前，互你以马内利，甲阮三脚伫地的上帝，常常伫遮要帮咱坚固阮，只要阮信，阮就要得着。做恳你来一摆坚固阮，即种的信对你的人脉较超侪，谦卑来到你的面前。过来一摆，阮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的面前，阮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